真正有够台。警察抓歹人，有当时歹人想要逃走，警察就会先对天顶放枪，警告歹人你莫阁走啊哦。所以放枪到底要安怎写呢？枪这个字台语念做枪，是古早以前作战的时阵会用到的武器长矛，也就是歌戏内底定定会看到的枪。枪这个字念做枪，亲像是拍枪、开枪、放枪，这种是枪，就是警察拿的枪。用音去分辨这两个字，就晓写哦。另外，放枪除了开枪的意思，拍麻雀有人放枪、放炮，嘛是在放枪哦。来，对我念一摆放枪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